在地人在地情，婚林高溪桂林社区，甲沙龟麻竹笋拍干，做成鱿鱼的形体，变成社区特有的黄金线鱿鱼。10月2日，社区要办活动，要来推广这项的特产。 桂林国小的囡仔伫咧运动场斗相共撕笋丝，这个笋丝是高溪桂林创意特产黄金线鱿鱼的原料。什么是黄金线鱿鱼呢？鱿鱼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子做成的鱿鱼。麻竹笋是云林县高溪农特产，这几年高溪桂林社区发挥创意，将砂锅麻竹笋拍打做鱿鱼的形体，变做社区内真特别而且季节限定的黄金线鱿鱼。桂林国小也有去参加这个台语的朗读比赛，用我们的黄金山鱿鱼的故事去参展，所以今年的活动非常的多元多彩，希望各位一起来参与。欢迎全国乡亲时到伫咧10月2日，就会来到高溪桂林社区体验制作黄金线鱿鱼，和欣赏囡仔精彩表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